好，继续咱们来关心的是，国内即马咧推动要来起天然气的接收站。中油公司是拍算伫个高雄洲际货柜中心第2期来新设一个接收站。若准即个计划有顺利来进行，上紧伫个民国120年时，一档就会当来供应3100万吨的天然气。若政府继续推动能源转型，燃气发电比例若要到50%，就要搁起天然气接收站。目前南部有永安接收站，不过接收甲运送能力已经被紧绷。为着配合国家政策，中油伫已经了2000多亿的状况之下，继续推动洲际天然气的接收站。经济部表示，为着确保供气稳定，开发案有伊的必要性。它对于永安厂我们南部仅有的那个天然气接收站，它可以有一个备援舒缓的一个功能，提升我们的操作安全。20载起，环境部针对这个案进行宽评初审，计划基地伫高雄港洲际货柜中心第2期，伫现有的上港范围，站区占37.4公顷，要伫地面设置6个18万公吨的天然气槽，嘛要做2条管线接起台电大拿厂。都已经全数避开私有物的一个地上物跟民宅部分。针对开发案的冷温排水，开发单位表示温差会伫4度内符合放流水的标准。不过，环评委员烦恼极端气候和大海温度变悬甲更加严重，温排水若唔为外海开始排，恐惊会积伫港口内，无法度降温。整个你把它围在那里，根本连每天的涨退潮流都洗不动它，那怎么办？你在一个夏季极端的热的气候，雨已经到临界值，你加2度可能都不行了。洲际接收站就伫台电大拿厂边啊，针对温排水，大拿厂代表也惊即届模拟无够洲际，希望中油针对排水会特殊温度野悬的模拟，会当搁较严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